看什么呢？第一次坐你车嘛，感觉蛮新鲜的。哎，你说这坐车跟骑车的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啊。坐车呢，我能看见你，但是骑车你坐我后边，我就看不见你，还是坐车的感觉好啊。哎，坐个车还有这么多的想法，哎。重点是我们现在是一起回家。谁让你住我家楼下呢？你看，一起吃晚餐，一起回家，哎，有这样的邻居可真好。改天我们把前一项也给补齐了吧？什么？看电影呀。好的，那个今天呢是刚好多了一张票，所以就叫了你。啊，我懂，就是多了一张票，然后小龙姐叫我一起来嘛，没理解错吧？没错。为什么会让我去看恐怖片？吓死人了你！哎，干嘛呀？说好的爱情喜剧片呢？你整我啊？我哪整你啊？我是在帮你。那你说啊，你怎么帮我的？我训练你的胆量啊！当一个妈妈，胆子大很重要的。那你为什么突然爽约？哎，就是那个孙副总，他非要抓住我去开会，这害得我无法跟你们去看电影去了，真是哎。你没打什么鬼主意吧？神经病。不过也没差，电影我就看了10分钟。10分钟？嗯。为什么？我害怕，还能有为什么？哎，真是小心。幸好我找了同担。啊？喂，你找同担去干嘛去啊？我是故意让你们两个。我们俩干嘛？让你们两个专心的去看那个电影，然后回来演给我看呀。这种电影呢，你要是喜欢看的话，下次你自己去看好了。我不喜欢看，我不爱看，不无聊，我去睡了。千万不要做噩梦啊！哼。准备睡了吗？已经在床上了。别害怕啊，今天电影没看完，不恐怖，不会做噩梦的。在卷被我整了一顿。他就是爱逗你。晚安。晚安。面包好了吗？要上学喽。你要出门啊？是啊，我现在去华盛顿开会。哦，那你就坐我的车好了，我刚好要送面包上学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公司。我一起去公司，你不怕被同事说你闲话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正大光明的，没什么的。那你想想，我这么一大早啊，你开车送我回公司，那路上有多少机会碰到你的同事啊？那同事问起你，你们为什么一起来公司？那你怎么回答？那就实话实说了，就说你住我家，然后你要去奥斯顿，坐我的车。哦，也对啊。还可以直接说我们还有个女儿。那怎么行啊？也是哈，到时候被人问起了，
那就解释不清楚了。就说呀。老爸，你也要出门吗？是啊，老爸今天开始就要上班了。那这样子好了，你还是坐我的车，到时候把面面送完，你就在公司附近下车就好了，那样就不会一起进公司了。那也行。老爸，那我们一起走吗？我们先送你上学，然后我们再上班，好吧？老爸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冷不冷啊你？啊？吃面，真的假的？当然啊，从你们吃面的样子，我就能看得到，你们在工作上面是以什么取胜的。来，说来听听。 OK 哈，各位幻想一下，在你们面前哈有一碗顶级拉面哈，那个汤底浓郁啊，那个面条哇金黄金黄的，然后呢上面还盖着几片那个特别香的肉片，还有再加上特别香浓的温泉蛋啊。那你们想想哈，先吃哪样哈？汤底、面条、鸡蛋还有肉片。哎呀，我来。吃拉面，那当然先吃面条啊。 果然是这样，对吧？什么叫果然是这样？我最喜欢温泉蛋。哎，温泉蛋啊，好，面条啊，各位说听讲，吃面条的人呢，就是啊，靠嘴巴取胜啊，能言善道，适应力特别强啊，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呢，死的都能给他说成活的。那温泉蛋呢？那这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呢？ 去想想，打你啊！是吧？快说我。温泉蛋是吧？温泉蛋呢，就是靠外表取胜啊，因为外表看起来呢要漂亮，要有气势，就算他心虚啊，肚子里面没什么墨水，但是也挺能骗人家，忽悠人家。你这是先摸我的头，说我气场很强，然后倒打一把，说我外强中干是吧？哎呀，很准。开你，手拿开。副总，你也都听到了，你选什么呀？我就不选了吧。哎呀，选一个啦。选什么呀？顶级肉片。肉片。分析看看。这谁来选啊？好，选肉片的人呢，任何事情都能切中要点哈，头脑清晰哈，非常有观察力。 说的太好了，我们这个孙副总啊，就是如此这般聪明伶俐，人中龙凤。那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啊，太爱讲实话。对，真是哎。果然靠嘴吃饭。是。哎，小萌，你是不是也和副总一样喜欢吃肉啊？我啊，他肯定是先喝汤的。 怎么知道？会吧，小萌，你真的会选香喝汤？你会做什么？我啊，哦，是这样的。林小萌呢，在台湾留学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了，我们是同学。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每一次一吃面啊，他就第一时间先把那个汤喝完啊。现在也是这样吗？ 吃饭的习惯应该差不多吧。哦，原来是旧相识啊！哎，那现在这几个问题都分析完了，左左就差喝汤了。喝汤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对啊，说说。我拜托各位啊，就别叫我什么左总了啊，叫我在俊吧。再见。左总快说吧。先喝汤。喝汤的人嘛，就是一头牛。 哎，这个怎么是两个待遇啊？你这说我们副总就是有头脑，说这老同学就是一头牛。对呀，对，不好。没说完呢啊，这头牛呢，就喜欢什么事情呢都要亲力亲为啊，什么事情呢都不想假手于人，都不想希望别人帮忙，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呢，他就自己傻傻的吃掉啊。 所以麻烦各位亲爱的同事啊，尽量照顾一下这位宁小牛同学，好吧？宁小牛。哎，那我们接着说说，你就说了这肉片、温泉蛋还有面条汤，那我们还有吃葱花的呢，对吧？我还是麻烦。这葱花，这问题好像没有葱花了。那你都。
吃什么？对啊，上次吃的那吃个吧。点面条去啊！上次咱们吃那家。吃的意面。对，不是吃上次那家。你想忙呢？哎呀，你不用管他了，他在忙他的案子，不用管他了啊。他就是头牛。对啊，每次叫他吃饭他都不会来的。走吧。哎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去叫他，然后一会儿过来。啊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用叫他，他有高级盒饭。喂，什么？去吃饭啊！哇，你没看到我在吃？就是外卖。不是我叫的，是郑磊，他每天都给我叫外卖吃。郑磊给你送饭啊？喂，那他为什么不给我送饭？那问你自己啊。哦。不过呢，大部分都是便当店送，他只是偶尔给我送一下，还蛮好吃的。先别吃了，别吃了，跟大家一起吃饭吧啊！不行，这便当怎么办啊？下午茶再吃啊。我不习惯和他们一起吃。哎呀，你别老是自己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会有自闭症的，危险的啊！很多人就是这样啊。来，要跟大家过点群体的生活，跟大家拉近点距离。走吧，别看。那盒饭怎么办？下午茶没听见。可以说有交情，你可以说没有交情，就是这样啊。了解。我知道了。暂不说你们这到底是有交情还没交情，反正啊，你们之间肯定是没默契。没默契。没默契。来吃。味道还不错哈。这个好吃啊！你赶紧吃吧，吃。多吃点。瘦，多吃点。哇，你能帮我传一下那个吗？是啊。吃哪个？整个。来，多谢。把这个啊。哇。哎呀，你们瘦了来。哎呀，吃饱了。哎呀，谢谢。哇，天气真好，阳光真棒。对了，我跟瑞贝卡去买模型啊，我们等会儿回来。行，好吧，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想着带我和那个孙副总开会啊，我这头疼。头疼啊？我请喝咖啡。啊？见这有份吗？没问题。喂，你统计一下办公室有多少人吧啊？我跟李海萌请假。我？哎呀，没问题啦！你看，在军这种好男人就是大方大度、大气。好了，别拍马了，我陪你去买。好吧，行啊，走，那我买咖啡去了啊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啊，你这个人也太好手了吧！你请所有人喝咖啡，把我也给拉进去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在公司一天大概待多长时间？基本上是8个小时，如果加班的话就不一定了，10几个小时了。那你跟同事相处的时间是不是比跟家人还要多？啊？这倒是。我跟你说啊，办公室的氛围好一点，那你就会开心一点啊。今天我请你，明天你请我，跟大家打成一片，就会更好。是，说到社交生活，你头头是道。不过我想问你，刚刚人家问我们俩的交情，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，那么没默契啊？喂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不过，这是我和大家第一次吃午饭，还挺不自在的。哎，你进了奥斯顿那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跟大家还是那么不熟啊你？我哪像你那么自来熟？不过我还是挺羡慕你的，一进公司就和大家都打成一片。我刚进奥斯顿的时候，因为我和陶然认识，所以比较受关注。接下来我又接了 CN 的案子，难免会惹人议论。我不想让大家说我是靠关系上位的，所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，没有心思交朋友。所以说你就死脑筋嘛啊！人家要是这么想，你就要大大方方，你不能逃避，就告诉大家我不是靠关系的啊，要融入这个团队，跟各位打好关系。这样的话呢，人家才会帮你，才会对你消除敌意啊。可是我以为只要好好的工作，拿出成绩才是最重要的呀。哎，你有没有学过太极？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4两拨千斤？我知道了，你现在不仅仅教我做一个好妈妈，还要让我当一个好同事，是吧？就你厉害。来，小龙请大家喝咖啡啦！来，自己拿啊！好，谢谢小龙。
家都拿着咖啡了吗？拿着了。谢谢小萌同学的咖啡。哦，谢谢。左先生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你来奥斯顿呢是做设计师的，你要是喜欢讲笑话、做心理测验、搞关系什么的，我推荐你去春晚。做人嘛，别那么紧张，开心点啊！难道你希望你看到你的同事啊，每天愁眉苦脸？奥斯顿的同事本来工作都很开心啊，不需要你刻意营造。我觉得没有本事的人才会拉关系，啊，你这么做无可厚非了，但是最好不要带坏小萌 ，OK？ 哎，小萌跟同事的关系搞好一点，那他就会愉快一点啊。哎，难道你希望他在公司里只有你一个朋友？在奥斯顿，只要工作好了，成绩突出了，就可以和任何人做朋友。这是我的公司，你要遵守我的准则。不要本末倒置了，工作第一，好吗？我向邱总承诺过，工作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得好。但工作以外的事，你就少操心了，好吧？嘿，胡岩，郑磊在吗？在里面啊。好，那我进去找他啊。嗨，郑磊，在忙吗？你自己做啊。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啊，看到一种茶，给你买了一盒，你喝喝看。哇，真的谢谢你了，谢谢。那个啊，我是那个上次电影不是没看成吗？今天你补给我呗。啊，不，上次不是你没时间嘛，所以我就说下次嘛。对啊，那就这次呗。这次我不一定有空啊。哎，我电影票都买好了，今天晚上8点我在电影院等你。走了，拜拜。喂，胡言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干嘛？在京叫的外卖到了。哦，谢谢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哇，什么好吃啊？那给你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你一人吃2份啊？不是，我看小萌在加班，我给她点的。我们先吃饭吧，好吧？哎，你林小萌，来，吃饭了，别再做了。
喂，下班了，回家。我还要忙一会儿呢，要不你先走。我等你吧，啊，我坐你车回去。我们一起回去啊？没事，现在没人，没问题。啊，好的，设计师没走呢。陶总。陶总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陶总是担心他要在的话，大家都不敢下班，所以等大家走了，他才回来加班。原来陶总还挺体恤下属呀。对啊，什么时候你正式成为我的下属呢？我也会体恤你的。来，小萌，吃一点。哎，我吃不下了，我吃不下了。你长身体。刚刚在就为我准备的盒饭了，我都没有吃完。你吃一点吧，你再长身体，我真的吃不下了，多吃一点。我真的吃不下了。你不吃，我一直拿着。真的。来吧。我真的吃不。吃不下也得吃几个面子。哎，副总。啊，你们两个大男人围着人家小萌干什么呀？哦，我们都需要他呀。对啊。你是吗？需要吗？你也太直白了吧！陶总需要小萌吃他买的宵夜，我呢就需要小萌啊，载我回去，我会坐他顺风车。哦，那么为了不让小萌左右为难，我来帮帮你们吧。小萌呢，你就载载俊回家。那陶总，你的宵夜嘛，我来陪你吃。可以啊。OK 啊。你看，孙老师许雷锋啊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，破坏了自己减肥大计啊！来吧，记着我这儿好。啊，你都不吃吗？我真不吃了，你多吃一点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啊！那个路上小心坏人。你也是啊。哎，走了。我说你还真有耐心啊，能等这么久。耐性是我的专长之一嘛，我这工作啊，免不了要埋伏蹲点的，在电影院等你也算轻松的了。说实话，我没打算来。我知道你没打算来，可能你都已经开车回家了。可一路上你想着，我肯定会死心塌地的等，你终究是不忍心，所以就来了。你这心理分析的还不错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来了，我就没白等。那你就那么确定我会来吗？你来不来我没把握，但有一件事我有把握。什么？你是一个不会轻易辜负别人的人。电影没看成不要紧啊，一年还有这么多天呢。今天看不成还有明天，明天看不成还有后天，后天看不成啊还有大后天，大后天看不成啊还有大后天，大后天看不成啊。喂，你是打算就这么说到明年是吧？反正我们总有一天会看成的。回去吧。那晚安。晚安。我们要不要对一下我们俩之间的故事，免得在同事前面露出什么马脚？有什么好对的？我就不要承认我住在你家就好了吧？那怎么行？哪天要发生我说东你说西这种事情，他们不就看穿了吗？
那也是。那行，那从哪开始啊？首先呢，我们两个是8年前的大学同学。我去台湾念书的时候认识的。本来就是这样啊，那还要对什么？8年之后呢，我们完全的没有联络。林小萌，这个也是事实啊。喂，你别浪费我的时间好吗？我知道了。然后呢，你来到了上海，一直住的都是你朋友家，我们两个之间完全都没有联络，根本就没有见过面。我们是在龙泰会议上突然碰见的，还吓了对方一大跳。然后呢？你看到我的时候呢，你就惊呼：“左下去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帅？怎么还一点都没变啊？”但是等我看到你的时候呢，我就一脸茫然，看了你很久，想了很久，我在看这个脸上充满了岁月痕迹、被岁月洗礼的女人到底是哪位啊？一直想，然后就你就是那个谁，那个林什么萌来着？然后总之呢，我们就相认了，后来就成为奥斯顿的同事。但是呢，因为我没有一眼看得出你就很生气，所以除了在办公室以外呢，在私底下也没怎么联系啊。左编剧，继续编。是你让我编故事的呀？左代俊，我真的是挺傻的。8年前我就知道你特别爱捉弄我，8年之后你还是没有变。跟你这种人聊天完全是白搭。喂，干嘛去啊？不是编故事吗？我继续啊，喂。孙副总，这有一份私人的快递。笔和纸拿给我。放到我的办公桌上。好的。哦，已经出门了。哎，小梦，这是正在研究的资料，重点都写在上面了，你看一下。我说你这桌子快不够用了吧？是啊，不过每个资料都很有用，所以现在还不能收起来。我建议你还是理一下，万一有重要的资料摆在上面，就会找不见了。好。在俊来了以后，发现你整个人都轻松很多哈。要不是在俊跟我说，其实我都不知道原来的我一直抽着脸。心里悬着事儿，是很难轻松的起来吧？
你母亲还好吧？还是老样子。我母亲是脑科医生，从小我就很崇拜她，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像她一样杰出的女性。没想到，她得了早发性失智症，连自己的诊断书都不记得放在哪里了。有一次，我发现她病情严重的时候，连自己的房间都找不见，最后只能睡在浴缸里。你跟女儿关系还好吗？虽然她现在还没有喊我妈妈，但是已经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了，算是好转的趋势吧。我就希望我母亲现在病情不要再恶化了，今天跟昨天一样，就很好了。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也觉得你挺有距离感的。是因为我不爱笑？看到你不笑，还是挺害怕的。摆臭脸不一定是坏人。是我误会你了。多吃点吧。好吃。什么？来，各位师傅，辛苦了啊！好，没事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你看那边，这边都看过了，咱们顺楼梯到顶再看一看吧。啊，走吧。看来这进度呢还是可以的，在年底前呢全部竣工，应该没问题。过节期间也没有放假，都在忙啊。你们辛苦了。看，这片楼梯的主体啊，在明年5一前全体竣工应该没问题。但是要达到设计图上的效果，相应的预算可能还要追加。基础工程啊，基本上都完工了。照这个进度呢，在明年雨季之前，主体工程能全完事。有你在我就放心啊，辛苦了。这不应该的吗？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哟，哎，怎么了？干嘛？怎么样？厉不厉害？怎么样了你？啊？可能是扭到了，要不去医院吧？缓一下，我缓一下就好。那你这样，你别急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叫车去啊。行，谢谢。哎，来，我来看看，来，坐，来。疼吗？这疼吗？轻点。还好，骨头没伤大，就伤了点筋而已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吧，啊。啊，那怎么行啊？这里还有那么多工作，我不放心的。来，来这。来这。
郑副总，以后去什么地方呢，就穿适合的衣服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今天说走就走，来的工地我又没准备。平时我工地来的比你多，我在这儿都可以跑的。回来了。哎，饿不饿？饿的我都瘦了。正好告姐她炖了汤，我去给你热一下。好喝吗？太好喝了。你这个人也太夸张了。怪不得告姐喜欢。有谁不喜欢我？你说啊？开工。哎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应该？我觉得嘛，你这个窗应该可以稍微再宽一点，旁边那个墙稍微可以窄一点，因为后面不是那个主力墙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大学的时候经常一起通宵念书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还可以和你一起熬夜工作，还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哎，知道吗？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啊，纯粹就是想安顿好妙妙，但是没想到我竟然接到那个龙泰的项目啊，所以说啊，命运这个事情啊，这太奇妙。这跟命运没有关系，你能负责龙泰这个项目，是因为你真的有这个实力。我知道呀。我忘了，左在俊这个人呢，他特别的自恋，压根儿不需要我来夸。这不叫自恋，那叫什么？是大家都练，明白吗？真的对你无语。无语生还无语。我怎么就不练啊？阿姨来了，在里面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赶紧回去吧，我忙着呢。那天你不太开心的离开，这几天又没回来，妈就只好来看你来了。哎呦，你不会为了一场电影而不要你妈了吧？哎，我没有，你想多了，我是真的挺忙的。你是我妈。哎，儿子啊，这2天我想了挺多的，哎，我挺不安的，所以啊，我今天就请你和胡嫣来吃顿饭。哎，别，真没必要，没必要，好吧？你赶紧回去。喝茶。哎，胡嫣，哎，你有空吗？阿姨想请你吃顿饭。啊？吃饭？哎呦，那天阿姨怂恿你们俩去看电影，搞得你们挺尴尬的，阿姨心里挺过意不去的，所以啊，今天想请你吃顿饭。阿姨，别破费了，真的没事，没关系。我就说你这孩子心挺宽的，但是阿姨也要吃饭呢，对吧？哎，你陪妈吃顿饭总可以吧？哎，你就别破费了。行不行啊？啊，行，吃饭，吃饭。哎。
刚才这顿饭啊，吃得我极其尴尬。我也不知道阿姨会特别跑这一趟啊，搞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。胡燕，我需要跟你沟通的是，我们彼此之间呢是很好的工作伙伴，我们有很好的默契。我不希望这一切会发生改变。我觉得你应该会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明白，你是把我当做工作伙伴嘛？我也不会多想。其实，就这个事情，我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工作啊，或者是生活啊什么的。没错。那好了，现在说清楚了，做什么都无所谓了，要不再去看个电影？看电影？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去看电影。工作伙伴也可以看电影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去看电影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。要不待会儿拜访完客户之后，我带你去一家茶楼，新开的茶楼，上好的普洱茶，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OK， 就这么定。马道，磊叔叔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今天妈妈和小姨都没空理我，可我忘了带钥匙，只好在这里等了。啊，忘了带钥匙，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？谁知道呢？磊叔叔，我有点饿了。你饿了？去磊叔叔那儿。好嘞。哎，你慢点啊！这是昨天的报案登记表，看一下。啊，谢谢啊。喂，姐。哎，童丹啊，我们店长临时给我分配了个工作，我要去店里一下，能帮我接一下毛豆吗？我现在还走不了呢，还忙呢。哎，等一下，姐，进来个电话。喂，童丹。啊，我跟你说一声啊，毛豆在我这儿写作业呢。太好了，谢谢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好，毛豆，别分神，好好写啊。哎，姐，毛豆在郑磊家呢，多亏有个好邻居吧。啊，好了。毛豆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啊。好好吃。慢点。叔叔，你真会做饭，别我放一场糊。好了，慢点啊。那你爸平时给你做什么吃啊？没做过呀，我印象中他只泡过方便面给我吃。啊，他很少回来，只要一回来都说我读几年级了。哦，你慢点。那平时在家里都是你妈妈照顾你咯？还有小姨呀，小姨单位不加班的时候一定会回来陪我。家人也是，学校有什么事情几乎都是小姨出马。啊，哎，看来小姨对你挺好的，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你身上了。我想那是因为她还没有男朋友的关系吧。哎，赖叔叔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吃面。赖叔叔，我有一个问题。怎么了？就是怎样就怎样，这个要怎么造句啊？你想想啊，如果你想不到呢，磊叔叔再告诉你。想想啊。我买了一个包子就花了10元钱，磊叔叔，我很棒吧？哎，不对啦，这个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，例如啊，我一看见你我就很高兴，或者是
我一听见“游戏”2个字，我就很来劲，你明白吗？是这个意思。雷叔叔，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哎，好好做作业，快！那涂大姨呢？哎，快做，好好做，快做。你回来了？进来吧。那个，今天可多亏。小心点啊，他睡着了。慢点。哎，郑磊，今天可多亏你了。没事儿，不用了。开门。郑磊，今天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毛豆在外边等到天黑呢。不客气了，我先上去了啊，拜拜，晚安。这全是毛豆自己造的句，孺子可教也。吃什么呀？我想吃披萨。小萌不是说想吃拉面吗？进来。或者说吃你怎么来了？披萨。我给小萌带些吃的。哇，原来甜蜜盒饭的神秘客就是你呀！我不是给你发短信了吗？说今天不用做盒饭。没看见。你们干嘛去啊？吃饭呀。吃饭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去吧，我就回办公室吃盒饭了。哎，别啊，说好一块儿。哎，郑磊都来了，跟我们一起去吃吧啊！哎，对呀，我带钱包了吗？带了，我还得向你学习学习怎么去。哎，郑磊，那所以你跟小萌是去台湾做交换生才认识在俊的？对。没想到从那个时候到了今天，我们还是这样坐在一起啊，厉害吧？是，你们这种太难得了。像你们这种关系啊，特别让人羡慕。那你现在来上海是住在郑磊家吗？是啊，住他那又舒服又自在，最重要是不用花钱。关键是他蹭吃蹭喝蹭睡。我说唐倩倩，你怎么一见帅哥就两眼发直啊？喂，别闹了。我是觉得郑磊看着有点眼熟呢。他可是有名的空间规划师。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古董专家，他自己也是有古董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在那个古董家杂志接受过专访，谈起古董来还夸夸其谈的，带着很深的情感。哇，客气，我这个是班门弄斧啊。哟，郑磊，原来你在上海是个名人啊！喂，赶紧签个名啊！喂，怎么能拿这个餐巾纸呢？哎，郑磊，别听他了，签我的衣服上。喂，签上。你坐下。干嘛？签上去老值钱了，懂什么呀？你别闹了，公共场合，签上去老值钱了，低调点啊！我挡财路。小萌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的这帮同事啊，真的挺开心的，跟他们在一起。我也明白为什么在俊拉着你跟他们吃饭了。那都是在俊他自来熟，他一进奥斯顿，我和大家都熟起来了。哎，对了，郑磊，你给小萌那盒饭实在太奢华了，
每次我们都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吃，我们馋的呀。哎，什么时候给我们也送一份呗？说到这个啊，郑磊，我还真想跟你说呢，以后你就别给我订盒饭了，这阵子都太麻烦你了。现在我每天中午都跟同事一起吃，你的盒饭都当晚餐吃了。哦，是这样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我也看到了，你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挺开心的。只要你开心就好，对吧？盒饭不用了，不用。哎，郑磊，其实平常中午你有空的时候，也可以过来约小萌吃饭呀。对呀。哎，咱们一块儿，好不好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人家约小萌呢，你凑什么热闹呀？哪有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吃的。对呀，我们是 team 呢。少来吧。你也一起吃啊？啊，我减肥了，你看我都吃沙拉了，我都。多吃点。I will feel a glow just thinking of you and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. Oh, but you're lovely. With your smile so warm, just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.哎，郑磊，晚上好啊！毛豆妈妈你好。我顺便路过这家店呀，给你带了点包子回来呢。哇，您太客气了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你的话嘛，哎，我还要谢谢你帮我们照顾毛豆呢。没有，毛豆很可爱的。哎呀，还有童丹啊？嗨。哎呀，这也常来麻烦你，真不好意思。不过呀，他可是个善良的好孩子呢。是。谁要跟他在一起啊，那可有福了啊！他可是开心果呢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趁热吃哈。那真的是，谢谢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都是邻居啊。哎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再见。大王叫我来。哎，童丹啊，我拜托你正常一点好不好啊？你就是拜访个邻居，你干嘛呢你？别姐，你不懂啊！刚才还杵在那儿，像个电线杆子。哎呀，我该给他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让他去吃，你不就会那几种吗？我会做很多，好不好？做意面吧，意面最安全的。最安全。来，这意面。做哪种口味的呀？随便。乱讲，你怎么能随便呢？我可不像你那么随便。对呀，拿着。那怎么行？这看起来还可以。这个啊，对呀，还要买酱啊。这太多酱了。这个好。郑磊要是吃到我做的意面，肯定特感动。
等他吃完再说吧。那你说，我不让他送盒饭了，他会不会不开心啊？不会啊，我就哭一下下而已，没事。不过我觉得他好像还真的是有点不开心。那你就好好展现你的厨艺啊，拿点诚意出来。只要是你亲手做的，整的还是很开心的，放心吧。所以你得好好教我啊，这样我才能做一手好的意大利面，他才会开心。最近我吃他送的盒饭吃的都不好意思了，所以现在我必须要做到最好。不用想那么多，当初他给你送盒饭是希望鼓励你，而不是给你压力。要买什么？场景都介意生活，梦抬起我们的感动，快乐的画面好多。在沙发上仰望天空，在房间里欣赏彩虹和你一起梦游，分享着最温暖的小时光。Happy together we can make this fun。在最爱的那天出发，住进你心房，这来着不会半骄傲。Happy, happy, happy together now。副总，您找我？没事儿，就是想关心关心你。最近工作还好吧？挺好的，谢谢副总。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及时跟我说。CN 那边要是案子不顺利的话，我加派人手给你。不用了，唐倩和 Brian 他们都特别优秀，我们人力是足够的。那就好。副总，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心事倒谈不上，就是有一个小困扰。你说建筑设计师之间要想有好的火花、好的碰撞，进而有好的作品，那肯定是需要默契的。但是我跟在俊之间吧，有点生疏。你不知道，他私生活挺神秘的，我又不好去打听，所以龙泰的案子进展没有想象的顺利。这样子啊。在俊他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师，建筑一直是他的梦想。副总，你要帮帮他呀。小木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多去了解他一点。我可以帮上什么忙吗？在俊不是教练吗？运动天赋肯定超好。我呢，天天坐办公室，这肩颈啊酸疼的不行。哎呀，也没个专人可以指导一下。那这样吧，这太好说了。在俊他这个人特别热情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。只要副总请教他的话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这不是没那么熟嘛？这个找他吧，太唐突了，不好不好。那我找他吧，我来约个时间找他出来，我们一起去运动。好，下忙了，好好做啊，放心吧。妈呀，好了。啥？半天都不见你，去哪偷懒去啊？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偷懒2个字。问你干嘛去啊？我就是找副总谈点事情。干什么？秘密。去。哎，啊？我们这个周末去运动吧。去运动？
你中邪了吗你？行你才中邪了，约好了啊，周末啊。哎，在俊不是约好了吗？怎么又不来了？是啊，明明约好的，但是他一大早看天气挺好的，就要带着麦麦去骑车。他说葱烧鲫鱼你做得好，他来了也没什么用，就让我过来跟着你学。他呀，在厨艺方面太不自信了，就是个外卖怪，吃什么都是外卖。真的是。不过，你有没有觉得他最近怪怪的？怎么了？我就觉得吧，每次我们都约好了3个人一起去做个什么，他总是临时爽约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。别想多了。有人敲门，不开一下。童丹，小萌姐。郑磊在吗？啊，他在里面，进来吧。进来吧。郑磊，童丹来找你了。童丹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，我姐熬了一锅鸡汤，我看你在不在，在我就给你端上来。嗨，你给我打电话不就完了，还自己跑来？我那个爬楼梯锻炼锻炼身体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做饭呢，要不要一起啊？那个不了，你们先坐吧，我姐还等我呢，我走了啊。真的不了吗？那一起吃也行啊。看看你，人家专门来问你要不要喝汤，你也不留住人家。那我也说了，要不一起吃啊？这行了，葱烧鲫鱼吧。哎，来。行吧。回来了。郑磊没在家吗？在。那我鸡汤刚好煮好了，一会儿给上面端上去啊。不用送了。怎么了？妙妙的妈妈在他们家呢，他们在一起做饭了。哈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怎么了？干嘛不高兴啊？哎，人家妙妙的妈妈在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童丹啊，我拜托你大气一点。你作为一个女人，你不能把男人牵得太紧了，这样他会害怕跑掉的，好不好？人家一家人嘛，在一起做个饭很正常的，别瞎想了啊。哎，今天早点睡吧，明天早上还要运动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约了郑磊。我也约了朋友。你有朋友了吗？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我朋友多的是，好吗？明天你就看见了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！说那么多哎。早上好呀，副总。孙妮。你的好朋友就是他。对啊，我就不可以和副总交朋友，我就不可以跟小萌成为好朋友啊？是啊。
嗨，对了，这是郑磊，然后这是我上司副总孙妮。哦，这是我大学同学。我知道他，你就是小萌的秘密盒饭客吧？厉害哦，盒饭哥。嗨，那个认识你很高兴，那个平时多麻烦你照顾他。别聊了，不客气了。会不会骑的你？走吧，试试。当然会啦，你小心点啊！你以为就你会骑？来上，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个发现，我觉得那孙妮好像对你有意思。喂，别拍我丑照。有吗？再来一张。啊，快回答我问题啊，你有感觉吗？那很正常啊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就嘚瑟吧，你就啊。我看一路过来，郑磊对你特别照顾啊，好像贴心的男友一样。副总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我和郑磊一直都是好哥们儿，我们都认识10多年了，绝对不会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哥们儿才好呢，哥们儿变男友，一步到位，中间省去很多相处的麻烦。不会的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我们真的是特别好的哥们儿。其实我和在俊啊、郑磊3个人一直都是很好的哥们儿的感情，希望我们可以一直维持下去。修一下图。别修了，你再修也就那样，我跟你讲。快说说。什么啊？哎呀，她这样的女强人，哎，不适合我。她怎么了？不就女强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像这种女强人啊，往往在生活当中她非常小女人，说不定就特别适合你。我怎么老觉得你好像很希望我跟孙俪在一起？你有什么企图啊你？哎，你说这一次在俊来上海，是住在郑磊家吗？是。那他装什么神秘啊？有一回我要送他回家，他就是不肯让我送，我还以为他跟一女人住一起呢。没有，就是和郑磊。我有什么企图啊？我就想问问你对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嘛？首先呢，别人对你是有感觉的，那我就要问问你啊，如果你对他也有意思，你懂的啊。那这种女强人呢不适合我。还有啊，你是不是被你妈妈逼婚逼疯了啊？喂，你别拖我下水啊！真的，我一个人生活得很好啊，谢谢。什么逼疯了？哎，你考虑考虑啊，你想想，别人长得也还不错。我真服你了，我拒绝跟你拍照，拒绝跟你同框，是吗？别那么自卑啊。虽然你比我差一点点，那没事，我帮你修一下图。你修你自己吧。苗苗，你好了没？怎么还没换衣服啊？我今天可以不要上学吗？为什么？苗苗，哎，怎么要换衣服啊？因为我今天不想上学。为什么不想上学啊，苗苗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呢，只是想在家里休息。
家里休息啊？可是今天有妹妹最喜欢的美术课，还是不想去上学吗？对啊，之前你肚子疼，也让着要上学呀，今天怎么了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带妹妹去看医生，检查一下比较放心。好，我去换衣服。哎，对，就是这儿啊。怎么跟上面不一样？是吗？查一下。这儿是吗？嗯，行，我们就得查一下。嗯。唐倩，我有点事情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来了。哎，大军，你先和孙副总开一个关于龙泰康检的报告，然后呢，我这边和小萌还有唐倩开一个关于 CN 的小会。我这边结束以后，立马过去加入你们。行，回来啦。哎，唐倩，哎，准备下单吧，开会。啊，会开不了了，小萌有事儿，临时出去了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家里的事儿吧。又是家里的事儿。那咱们会……不然，玉伟先跟孙副总先开会吧，我那时先入去，一会儿再回来啊。啊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家俊，哎，家俊，那我会怎么办？哎，孙副总，你好。你不是去和小萌开 CN 的会了吗？小萌说她有事儿出去一会儿，1小时回来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不太清楚。去叫在俊吧，大家等他开会呢。在俊也说他有事儿出去一会儿。同学们，我们这堂绘本课呢，主要是围绕着小动物的啊。我们那个分组呢，也跟之前一样啊，自由分组，2到3名同学一组。好，现在分组，分好组之后，老师再来教大家。好生气。佳佳，我们一组好吗？佳佳，你过来和我们一组。快跟我一组。这边我也没办法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找老师好好的谈一谈，他们这种的分组制度明显是有缺失的，这样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。既然你已经把妙妙送到学校，就应该放手让妙妙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。我们可以辅导啊，但不能太过干涉。你们快点就忘记上次那个小木屋那个作业了。可是我刚才看见妙妙这样被孤立，我特别心疼哎，难怪她早上连课都不想去上。我明白，我也不高兴啊。那怎么样 ？OK， 那今天你跟老师说了，老师帮你解决了，分好组了啊。那明天呢？后天呢？那难道你天天就这一辈子都陪着妙妙来上学，去保护她？我们应该相信妙妙，她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她一定可以。哎，
走啦。来。副总，你找我？通知全体同仁，例会提前。是。别忘了通知陶总。是。都到齐了啊。小萌呢？小萌人呢？啊，那个他说有点急事，出去一会儿。可能是家里的事。哦，那应该是急事。开始吧。今天的议题你们翻到第2页。你不要担心我了，我不会又冲动的跑回学校去的。不是，我是担心你心情不好，怕你路上出什么意外啊。你说万一出了什么事啊，喵喵怎么办？是不是？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说的话什么时候没有道理啊？我发现你很喜欢推我。对啊，因为我以前干推拿的。不是，我是担心你心情不好，怕你路上出什么意外啊。你说万一出了什么事啊，喵喵怎么办？是不是？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说的话什么时候没有道理啊？我发现你很喜欢推我。对啊，因为我以前干推拿的。怎么样？公司的例行会议为什么缺席？会议提前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你天天待在公司，就不会不知道。我一向不喜欢下属利用工作时间搞私事。小萌，虽然咱们私底下互动不错，但是公司有公司纪律。副总实在是抱歉，我女儿临时有一些状况，所以我去了一趟学校。CN 这个项目对于咱们来说有多重要，不用我再重复了吧？大家都在忙着加班，你居然有空去学校，如果不是掉以轻心，那就是胜券在握了。是我分心了，是我的错。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才好。没事了，去忙吧。哎，我听说你们后来没有继续开会啊？
因为核心人物不在，开会没有意义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再继续吧啊。不好意思啊，5分钟后呢，我跟美国总部有一个视频会议，所以今天龙泰的案子不能奉陪啦。哦，没问题，那我先跟 Brian 他们过一遍，好吧？但是呢，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会议过程。那好的，我等你吧，啊。哎，我今天啊陪小萌去妙妙的学校。你说又要照顾家庭，又要工作，真挺累的。男人嘛，就是难。你现在知道上班族有多辛苦了吧？哪像8年里这么轻松自在啊！感受到了，那白领的工作真的挺苦闷的。难怪每个人呢，一到中午饭的时候了，哇，好像那种就是在笼子里面被放出来的小鸟一样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啊，一直就说啊要吃这个啊，一会儿又上来要吃那个啊，上来说起码20分钟才能出去吃饭，哼。那我形象的比喻一下啊，在垦丁呢，你是海鲤鱼，自由自在；在上海呢，你是笼中鸟，吃个午餐都只能吃盒饭。是啊，哎，只能跟他们出去吃啦，要没有人给我送温暖的盒饭，是吧？喂，别酸了啊！哦，对了，我有正事找你啊。小萌生日快到了，我们一起给她过个生日吧。之前给她过生日还是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就记得你让她吹那个永远吹不灭的蜡烛，笑死我了。哎，这次还是老套路，正经一点。想想，我的想法是给他过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生日，温馨。什么表情？什么表情？什么意思？我记得啊，温馨啊，和谐，浪漫，温馨 ，romantic，yeah。师傅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想在我的怀表上刻个字。行，可以，拿来给我看看。哦，来，麻烦。哇，这怀表挺有品味的。哎，刻什么字啊？我就想在这个地方刻一个，就是蒙字，一个木，旁边是一个蒙古的蒙。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好刻吗？哎，你是说在这里面刻个字，刻个蒙字？今天你例会没参加，影响不太好，干什么去了？今天因为这个事情，副总已经训过我了，我也认错了。我是因为妹妹的事情去了学校，本来想的快去快回，所以没有请假。没想到会议提前了，搞得全公司都知道了。你这个叫墨菲定律，越觉得什么事儿不会发生呢，就会发生。还有一个叫陶然定律的，你想不想知道？什么定律？
你越不想让陶然知道的事情，陶然就越会知道，因为我是无所不知的。I'm a father, I'm a god, I'm your 肚子里的小蛔虫，这就是陶然定律。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闲时间去应付你那些定律。我跟你讲，你跟左在俊旷工，还在公司外头说说笑笑的，让我看到了。左在俊过来不是玩的，他这种工作态度让邱董知道了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在俊也是因为关心妙妙的事情去了学校，我和他一起回的公司，他并没有去玩。这是他来到上海的第一个项目，他很用心的。紧张什么？你以为我真会去告状？你是大人做大事，怎么可能去告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状？我只是跟你说明一下情况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他。要真的有错的话，也是因为我周律不全。小萌，你没事吧？你用得着这么低声下气吗？我也不会对左在俊怎么样。你想哪儿去了？在俊为了妙妙，已经耽误了他的梦想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这一次他能够成功的话，他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拼命的帮左在俊先生完成梦想，这样他就不会掺和你的世界了。那陶总大人，现在您消气了吧？牙齿那么白，我怎么好意思生气呢？牙齿，记住啊，陶氏定律，以后什么事儿都不许瞒我。老实说，你总是这样念念叨叨的，我刚才还真是没有听清楚你说的什么陶然定律。你看，你敷衍我吧，我明天就找邱总去告状。好好好，你现在再跟我说一遍，我谨记在心里，可以了吧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手机拿出来，来，我录下来。我手机没有带。哎呀 ，God， 你要气死我呀！妙妙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妙妙，今天上课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妙妙，以后在美术课上分组，要是只是一个人的话，也不要难过，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。我没有一个人啊。没有吗？本来毛豆是跟胡飞和佳佳一组，后来他跑来跟我一组了，这是我们一起做的。哦，刺猬啊？我想让兔子当主角，可是毛豆说他想要让小狗当主角，我们吵了很久，所以最后换主角了。所以说主角是刺猬。因为他想要保护自己，所以有很多刺。这样，那后来呢？后来他把刺收起来，就交到好朋友了。这个刺猬好可爱呀。下午2点跟 CN 的方总在会所见面，晚上7点跟琉璃博物馆执行长进行晚餐。方总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新疆和田玉制作的古董象棋，昨天已经运过来了。孙副总，你下午没什么事吧？到时候跟我出去一趟。好。差不多
1点半左右 ，OK？ 好。副总，那下午的行程全部取消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来，刻好了。谢谢师傅。照你说的，我小心仔细的刻了，这笔画太多了，我眼睛都刻花了。麻烦您了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下次再来啊。真想知道陶总给你买了什么礼物。不过是一条项链，没什么。陶总可真大方。副总，在陶总的公司，您是最重要的人，只有您才值得这样对待。最重要的人。你确定我还是他最重要的人吗？或者你应该提醒他一下你的重要性。生日快乐！来来来，先拍张照，耶！苗苗笑一笑。OK， 谢谢大家。那我客气许愿了。了。许吧许吧。我希望我们3个人的友情可以像三角形一样稳稳的，然后永远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。好了，生日快乐！面板要不要一起贴？不能断哦。那黄色能留给我。想得美，慢点。哇！好好，这是我送的生日卡片。是吗？谢谢妙妙，阿姨很开心。幸福成真，不是幻想，分享着最温暖的小时光。Happy together we can make this fun。在最爱的那天出发，住进你心房，这来着不会绊脚。Happy, happy, happy,
happy together now. Ba-da-da-bow, ba-da-da-bow. Happy, happy, happy together now. 谁啊？这么晚？再吃一块吧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工作年火烧雨停 K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生日礼物。这个礼物我是好不容易找到的，注意它的图形，好不好？以后我跟你吃饭的时候，你答应我一定要带着。对了，我们在切生日蛋糕，要不要一起？我就不进去破坏气氛了吧。好了，拜拜。啊，这么快？生日大餐回头补给你，拜拜。好。谁啊？哦，那个陶然，他来送礼物。来吃饭，给我吃点巧克力。来，这牌留给你的。别讲礼物的事情了。我就不谢谢你啦。还没睡？嗯。多好看啊！好看吗？早点休息啊。再见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晚安。一天天想念，一遍一遍，一天天穿越了季节。闭上眼，我看见幸福的螺旋，用真心绕地球一圈。我希望我们3个人的友情可以像三角形一样稳稳的，然后永远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。好了。
8年前没送出去的信，8年后送不出去的怀表。Pense uma coisa bem boa, que no instante você voa. Lembre o Natal a chegar. Pense em nuvens a passar e logo pelo ar vai voar, vai voar. Pense uma coisa bem linda, se você não voa ainda. Quando a lua despontar. 就这么来了？不少点东西？下次吧，今天太着急就忘了。你怎么能忘了呢？你知道我为什么送你蜻蜓啊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在教授的办公室里，我正好转身要走，你突然之间像一个落汤鸡一样就冲到我怀里，然后你爸就骂你了，说：“哎，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那么冒失，莽莽撞撞的，没礼貌。”你就说了：“爸，我今天听到一个特别美的传说，在太阳雨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彩虹，只要在彩虹下面看到蜻蜓，真命天子就会出现了。”而那天正好下了太阳雨，对不对？你还说呢？就因为那个事情，我爸还说了我一顿，说那都是无稽之谈。我相信啊，我那天就相信这个无稽之谈是真的。行了吧你？当时小女孩，别人乱讲的我就乱信了，也太傻了。要不是你还记得，我早就忘了。我今天真的很伤心，宁小萌。哎，我费尽心思给你挑的礼物，你都不带，你都不喜欢。没关系啊，回去把它扔了。干嘛呀？我再送你个更好的。你看看那边有空地没有？3年以后，在那边会建造一所上海标志性的建筑，我已经签了合同了。真的？这可是奥斯顿出品，陶然设计哦。陶然设计，那看来你又要凭这个作品拿一个大奖了，真为你高兴。应该为你自己高兴。我为什么要为我自己高兴？去死！我在教授那儿学习的时候，你经常过来请教我关于建筑学的问题，问的最多的呢是摩天大楼。我那时候在想，嘿，你还是个小女孩呢，一个初中生才那么高吧？哪有那么高？你那个是花样年华，应该是非常浪漫的，对那种神秘的古堡啊、吸血鬼啊，应该是很憧憬的。怎么偏偏喜欢摩天大楼呢？好奇怪啊！然后你就跟我说了，是因为摩天楼靠近天空。对，靠近天空，所有的人和事都一目了然。没想到我真的进了建筑事务所。小萌，我答应你，这座大楼开始设计的时候，我就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。我？对，你放心，你所有的梦想在我这里都会一一实现的。这个就是你说的送我的另一个礼物。与其说是礼物，倒不如说是一个机会。梦想嘛，要有机会才能实现，要不然就成空想了。这个世界上不是谁都可以给你机会的，能够给得起你机会的就更少了。而成功者应该善于把握机会，你懂吗？陶总，你不要觉得我不识抬举。现在眼前的这 CN 的一个案子就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了，我哪还有别的闲时间去想未来的事情？
所以啊，陶总，拜托蒙董事长，今天请你吃饭的是陶然，不是陶总 ，OK？ 那陶然，请你不要用你陶总的语气跟我讲工作好不好？小萌那个 design review 怎么样了？你提醒的对，我差点忘了，因为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我手头3个案子叠在一起，虽然也记着 CN 的事儿，但是我心想小萌在负责，也不需要我们太操心。你提醒的对，马上去办。哎，这个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万恶的资本家，给你那么多工作？跟你倒没什么关系，主要是我太能干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太能干了。哎，请问你怎么会那么能干的呢？你不就想说名师出高徒，你是师傅，我是徒弟呗？糟了，我现在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要不这样，我明天我退休，你养我啊，好吧？不养你呢，那么费钱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呢 ，CN 的案子小萌直接跟我汇报就行了，省得你那么累。现在呢，只是一个初步的 concept design， 还需要听 CN 很多意见。我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小萌在美国进修的怎么样。直接汇报是吗？那好呀，我乐得清闲啊。谢谢资本家，我去忙了。你养我啊？我等着吧，退休了，我真退休啊！等着吧，你养我啊！自然元素呢，对这个别墅建案是最重要的。别墅里面我们要放一些健身房啊，就比如说家里孩子多的话，可以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太美了，我就注意你的脸了，我没听你讲什么，你要不再讲一遍？曹总，这是办公时间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OK， 就初步的 concept design 来讲，你做的非常完整。那还需要有什么地方要调整吗？你准备了几个方案？因为是第一次跟 CN 合作，所以多准备了几个概念，用来测试方总的喜好。一共几个？4、5个吧。3个够了，准备太多显得你没自信。另外呢，你可以在你这个报告里头加入绿色环保的概念，比方说外壳节能，空调节能，还要利用自然涂层。陶总怎么说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我就是做一些修改就好了。那太好了。我们不是准备了4、5个概念吗？是。陶总觉得3个就足够了。3个？那我们一起讨论一下，好吧 ？OK，加油啊，小萌！干点。哎，小萌，这么晚了还要加班啊？那我先回了。好。终于开完会了。要走啦？哎，在俊呢？在俊还在里面和孙副总开会呢。我先走了啊。路上安全。这里还有这。按照这个截止上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对应的这里，对吗？对。如果我是邱董呢？这个东西没关系。如果我是邱董呢，我这里会建个桌球室。对，就是。对。这整片。按照你的竹子想法啊，不是，弄个那个足球场。
你看这张纸条笑什么呀？我的晚餐，小萌帮你买的吧？一起吃啊！好呀，啊，看就不够，自己吃吧。哎，胡爷，郑磊呢？在里面。好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他有客人。赵奶奶房子过户全办好了，我跟我姐啊都特别谢谢你。是吗？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结婚纪念日那天啊，赵奶奶会回家，你能不能一起来啊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时间尽量的调开，只要在有时间的情况下，我就去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尽量，这个事情意义特别重大。哎，阿姨，我刚想跟你说，这里有客人。哎，跟郑磊在一起的那个女孩是谁呀？是个警察，郑磊邻居。哎，他们很熟吗？还好吧，这个女孩子偶尔来找找他。好，哎，行，我走了，再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定要抽空来，听到吗？知道了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胡爷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郑磊，刚才阿姨有来过。啊，他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他刚看到你跟童警官在里面，可能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吧。好，你忙你的啊。这回我也救不了你喽。记得把报表给我。啊。这次提出了3个设计概念，主要都是以大自然为主题的，然后再切成3个概念。整套别墅呢都形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，而大自然呢也形成了别墅里的景观。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啊，很环保，很符合绿建筑的要求。不错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小萌，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你看你这个建筑呢是在那个坡道之上，有没有考虑过有很多人会不方便，例如小朋友、孕妇？郑小磊，我知道当年教授有问到你这个题，当时你没有考虑到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你，一定要考虑进去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些我全部都考虑到了，
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。OK， 那就好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我觉得，可以加个我们，大自然是我们的家，就听起来会比较归属。哦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这个建议不错。谢谢。谢不谢？明天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没问题啊。